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有感而发》第8集。我是小张，会来录这个有感而发，拢是因为小张有话要讲，若是无讲出来，会真艰苦，会着内伤。最近有一个专门在教台语的人，伊讲啥？伊讲这个汉字的形声字真少，敢有影安尼？咱莫听这个无水准的讲法，到底形声字是多还是少？咱今日就借这个机会来甲讲清楚、说分明。未经讨论形声字进前，咱一定要对说文解字的略词开始讨论起。所谓略词，就是指示、强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字、假借这6种的造字原理。其中，这个形声字占超过8成。这个形声字敢有影超过8成？有影无影？继续甲看落就会了解。一开始，咱先来介绍形声字伫说文解字内底的3种形式。第一，将母母声；第二，将母母一声；第三，将母母声声。这3种的形式拢有一个共款的特色，就是这个字安怎读法，声符是倒一字，伫说文解字内底拢写甲清清楚楚，拢无需要用摇的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一个上要紧的问题：这个形声字到底是多还是少？咱无需要用摇的，咱来问最近上红的 AI， 看 AI 安怎讲。这个形声字伫汉字内底占差不多80%至90%，甚至搁较悬。即马可能有人会讲这袂使啦，这无妥当啦。这个 AI 是用电脑在算的，这个电脑嘛有可能会颠倒。若是安尼，无咱来看权威安怎讲。这3个网站拢是权威。一开始，咱先来看咱台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电子报安怎写。伫这个东汉的说文解字内底，形声字占差不多90%。伫这个对换的百度百科内底，嘛写甲真清楚。这个说文解字内底，形声字占82%。来到南宋的时阵，形声字占90%。过来，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网站内底，嘛讲甲真清楚，形声字在常用汉字中的比例保持在80%左右。所以讲，若有人讲汉字的形声字真少，好啊，真简单，请提出证明，袂使空嘴部字乌白乱讲嘛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考信安怎介绍形声字。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处譬相成，江湖是也。这个江甲河这2字是考信举例说明，毋是我家己讲的哦。咱即马就来看这2字有啥物道理。咱即马先来讲这字江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。第一句话是在讲地理，各位若是有兴趣，会使家己去研究看卖咧。咱直接来看第2句话，江水江声，所以这个声符就是江。这个字有2种的读音，会使读作江，嘛会使读作江。这个翁甲翁会使互相转运。小张伫台语乌白讲第41集内底有讲甲真清楚，这几字拢是上好的例，欢迎各位来甲参考看卖咧。讲到单为止，相信各位拢有一个共款的问题，是安怎这个江的发音都用这个注音符号？其实这是一个为难的代志，因为咱做囡仔的时阵拢捌学过，这个注音符号会使读作翁，嘛会使读作恩。咱即马来举例，春风吹又生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风，当然嘛有人读作风，但是较少。另外一个例就是有棱有角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恩。这个注音符号，各位若是看了袂惯势，就看罗马拼音就好。咱无需要伫这个所在浪费时间，咱继续来讨论这个字安怎读法。这个字江水江声，这个字到底是毋是读作江？咱来看这是啥物物件。台湾人拢知，这就是叫做宋江镇，所以这个字就是读作江，一点问题都无。甲说文解字内底记录的音完全一模一样，这就是正港的中原正音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。第一句话同款是在讨论地理，咱直接来看第2句话，江水考声，所以讲这个声符就是这个字读作考。有啥物证据？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嘛是记录这个音。
这个所在有淡薄仔奇怪哦，将水靠声，但是这个字读作河，这个声母的部分哪会无同款？是毋是有啥物所在顶台？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科甲呵这两个声母都写伫同一排，确实会使互换。若是有在看小张的节目的人就知，这张表小张上少都已经讲3-4个月去啊。所以讲科甲呵这两个声母会使互换的代志，绝对毋是空穴来风。咱翻头转来讨论这个字，将水靠声，声符就是靠，但是因为这个声母科甲呵会使互换。所以这个字会使读作河，第5条的河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其实这个原理，小张早就已经捌讲过啊。伫台语黑白讲第53集内底，小张有讲到，要来研究形声字，就要有3个工具。其中第3个工具，就是在讲这个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但是这个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啊，这句话小张发甲遮大声，其实就是有可信。伫后壁在做挡撇，在做靠山，这个字就已经甲这个规则讲甲真清楚啊。除了可信，伫说文解字内底积累的这字河，这个科甲呵声母互换的字源也未少。这几字小张拢捌讨论过，其中这个字小张有需要特别说明一下。这个字伫厦门地区会使读作红，嘛会使读作庆，第7条的庆，但是小张伫节目内底。甲读作轻，第1条的轻，啊，这个声调是无正确的。小张伫这个所在，甲各位会一个实例，歹势。除了这字轻以外，有另外一个字，小张嘛有需要特别说明一下，就是这个字。这个字是安怎都要特别说明？因为有无水准的人用抹黑的手段讲坑屁这两字，都是小张讲的。伫8月初7的时阵，这位考文先生。搁一摆来甲小张抹黑，伊搁讲坑屁这两字，都是我小张讲的。啊，别人甲小张抹黑，我总是袂使激点点嘛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来做一个说明。放屁的放，确实会使读作坑，但是坑屁这两字我无讲过。第二，我无讲过的话，你讲是我讲的，这就叫做抹黑的手段，实在是有够卑鄙，有够无水准。咱做人敢有需要做甲遮卑鄙、遮无水准？第三，即马是文明的社会，讲的是证据。你若是有证据，讲小张讲这两字就读作坑屁，你甲提出来，后摆小张的节目拢莫做。但是你若是无证据，你就爱甲我回实例。其实啊，小张即马就会使甲各位报告，这位考文先生一定无证据，但是伊嘛一定袂甲小张回实例，因为伊这个人啊，无念体啊。唔知影通见笑啊！这就是伊的本性。像这款的卡笑，出来在徛馆教群，在讲教台语，在讲道理，互人听，实在是笑破人的嘴啊！即马一定有人会讲，小张，你讲这字放会使读作坑，但是你敢有证据？你讲的无唔对啊！即马是文明的社会，讲啥物代志，拢嘛爱摕证据出来，无唔对，我就是有证据，无大紧，阁是可信支持的证据。安怎讲？请听小张慢慢说来。其实这字小张以前已经捌介绍过啊，但是因为有人甲小张抹黑，所以不得已的情形下哩，小张爱过来讲一摆。这个字上少就有3种的读音，第一个音就爱读作放，第3条的放，放货、放牛、食草、放屁，拢用这字放。第2个读音就爱读作放，第3条的放，放心、放弃，拢用这字放。其中这个翁甲翁会使互相转运的代志，小张伫台语黑白讲第41集内底有讲甲真清楚。即马一定有人会讲，小张唔对啊，一个声母是宝，另外一个声母是好，哪有同款？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宝甲好这两个声母都写伫同一排，所以这两个声母会使互换，绝对无问题。讨论完放甲放的发音了后，咱即马就来讲第3种的发音，就是爱读作坑，同款是第3条。咱即摆要用说文解字的角度来讨论这个字是安怎会使读作坑。咱即马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，竹叶、将扑、风声，声符就是风。这字风上少都有2种的读音，伫咱台湾会使读作风、方向、
大方用这字方，嘛会使读作方、药方、秘方、地方，拢用这字方。啊，这个字敢真正会使读作方？咱来看汉典安怎记录。咱先来看声母的部分，是毋是像咱拄则讲的“宝”甲“好”这两个声母会使互相替换？除了声母以外，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这个韵母的部分，“王、恩、翁”会使互相转运。这小张已经捌讲过啊，伫台语黑白讲第41集内底，小张有讲甲真清楚。先煞讲一个，这个字伫江波甚至会使读作“灰”，但是这个音小张毋捌听过。这个声符会使读作“哼”，这个代志咱拄则已经证明过啊。即马咱会使来讨论这字“棒”第三种的发音。这个“科”甲“好”这两个声母会使互换，是可信认证的。咱拄则已经讲甲真详细啊。咱若是用这个观念，咱就会使得到这个字的音读作“坑”，第三调的“坑”是安怎会使读作第三调？因为“棒”甲“放”嘛拢是第三调。所以囥嘛是第三调，安怎用法？囥桌顶、囥心肝内，拢用这字囥。所以这字囥绝对毋是空穴来风。咱即马来做一个整理。第一，甲人抹黑是垃圾步数，咱希望扩善有法度改进，有法度对得到咱文明社会进步的脚步。第二，咱若是用汉学正统，也就是说文解字这套，就有法度得到正确的汉字，一点仔勉强都无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一开始咱有讲到说文解字内底的律书，所谓律书，就是6种无同款的造字原理，其中这个形声字占超过8成。第二，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这句话小张发甲遮大声，就是因为说文解字内底有举例说明。第三，用这字“和”就会使证明“科”甲“好”。这两个声母可以互换，这是可信认证的哦。咱若是用这个观念，就会使来讨论第四点。这个字除了会使读作“棒”甲“放”以外，有第三种的发音，就会使甲读作“囥”，第三调的“囥”。咱若是用汉学正统，也就是说文解字这套，咱就会使去找到正字，一点仔勉强都无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。拜拜。